嘛是受到風颱的影響，南台灣變大雨，尤其是屏東縣達到大豪雨的等級，中治鄉的雨足足落一暝，排水溝的水攏溢起來大路頂，廟前淹做一條溪，民眾攏愛撩水，還佫有飼豬仔場的豬仔攏泡佇個雨水內底。到大腿了，這裡真的很深哎。雨水車通道，大路變做水池仔淹到大腿，民眾強要行保法。不行，這個太嚴重了。屏東縣中治廟頭前水嘛淹真深，閣錯流，有車掉佇咧路中，車馬橋淹要半個鏈仔懸，就驚閣繼續駛會愈掉愈深。可以看到呢，這個雨呢真的非常的大，導致路邊的水溝水位不斷的上升哦，水呢一流到路面上，讓這個水溝跟路面哦整個是大淹水，分不清到底哪邊是水溝，哪邊是路面了。那什麼時候淹成這樣的？7點多。7點多，以前有淹這麼高過嗎？沒有，要去田裡。要去田裡哦。對啊。水淹很深呢。我知道啊。後白下過封鎖線，不過行會頭前水線愈淹愈深，受到風颱刮回環流影響，屏東縣大豪會昨暝路口加長江透早，中治鄉的災情正慘重。行去人頭放佇咧路口的家具全部進水，下厝街將做淹水重災區，有民眾趕緊出動凍水棒，把鐵門拖落來，就驚水淹入來到厝裡。沿線的溝渠容量不夠，瞬間就下太多了，可能會想辦法來做分流。已經有2、3部的車子吊車在這裡。騎車騎佇咧中行路的民眾，就親像佇咧行水上奧多擺，後壁幾台車油麻麻吹袂行。中治鄉周圍道路真濟所在淹水，低調的豬仔嘛攏浸佇咧水裡，路袂通，民眾出關不方便，敢若希望大水趕緊退。